Hello，大家好啊！呢度係張開西望。好沉重呢個嘅心情，同時亦都係極之憤怒。近日有好多嘅毅智書院啦嘅前女學生，亦都有依家就讀嘅女學生，亦都有依家陳震霞就讀嘅女學生，同埋好多嘅朋友仔爆料俾我，話佢哋都係不約而同咁俾一個叫做盧廣權嘅禽獸教師性侵犯過。盧廣權啊，盧廣權，你係咪人嚟㗎？你梗係唔係人啦，你禽獸都不如啊！從來你做咗老師幾十年，喺你嘅眼中，除咗得性慾、金錢、利益之外，你係真心去教育學生咩？你冇良知啊！你冇良心，你冇血性㗎你！一個又一個嘅受害者慘遭你嘅辣手摧花。你利用你教師職權之便，欺騙呢啲女學生，佢哋對你嘅信任，我好嬲，我好傷心。好多依家我知道你去咗陳震霞嗰度做代課啊嘛，啲女學生同我講，你成日都會借啲意無手無腳對佢哋，有時咧就話放學問佢哋有冇興趣去食個飯咁嗰啲女仔好多都會好奇怪啦即係食咩飯啊無啦啦，咁你又喺度威逼利誘佢哋又話梗係食好嘢啦，你想食咩啊食貴啲都得㗎喎，自助餐都得㗎喎你之後你同啲女學生食完飯食完自助餐之後，你對佢做咗啲咩啊？你自己知啦。係啦，一個前毅智嘅女學生爆料俾我，當面見過佢，我相信佢絕對唔係無中生有，絕對唔會含血噴人。一個女仔可以當住一個男仔嘅面前講返當日曾經俾人哋性侵犯嘅過程經過，我身同感受啊！因為我都曾經俾人侵犯過，我都驚過、痛苦過、迷惘過、絕望過，但係唔緊要㗎，各位女同學們，我希望你哋一齊去鼓起勇氣。如果盧廣權呢隻死禽獸食屎狗喺呢段教你學嘅期間，甚至乎10幾年前、20幾年前都好，你曾經俾佢侵犯過、性侵犯過嘅，希望你可以聯絡我，我係會陪你哋一齊去報案，為你攞返一個公道。唔使驚啊，馬車喺度，馬車會為你哋出頭。講返嗰個女仔啦，佢係前毅智女學生。咁咧佢就話，當年咧其實佢係成績都相對好優秀，但係佢家境係比較貧窮。當時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啊，係好有可能係可以去英國嗰度咧做一個交流生，喺嗰度留學1年啦，去學習喺嗰度體驗嗰度嘅生活各方面。佢好嚮往，好希望喺嗰度可以好希望可以有呢個旅程
佢好俾心機讀書，佢之後考試都考得好好，佢即將可以攞到獎學金㗎啦，係啦。咁有一日啦，盧廣權係啦，好多人嗌佢盧狗㗎，啲女學生都嗌佢，就話要想幫佢溫書補習。咁呢個女學生係一個天真無邪、好純潔、好入世未深嘅女學生啦。佢都好信任老 Sir， 佢覺得老 Sir 一定係真心想幫佢教好佢。咁佢哋去完圖書館補習啦。補完習之後咧，咁盧廣權帶咗佢去一個公園嗰度啦。咁嗰陣佢嘅獸性可以出嚟啦。佢隻手喺度，哇！抄下嗰個女同學，揭開咗個女同學嗰條裙，然之後隻手伸入去。咁嗰個女仔就再講多次，重申一次，呢啲嘢全部都係個女仔同我講嘅。咁所以依家我認為更加好去呈現當時嘅畫面俾大家聽啦。我第一身去代入個女仔嘅角色，係啦，我就其實即係當年俾佢性侵犯嘅嗰個女仔。我當時係啦，同佢坐喺公園嗰張長凳度，然之後佢咧就隻手一路揭開我條校裙，隻手抄入嚟摸下咁樣。嗰陣我好驚訝，我甚至幾乎驚訝到唔識拒絕佢，唔識點樣反應。我話老 Sir 你做乜嘢啊？我竟然傻到問佢做乜嘢喎？佢好明顯係依家係侵犯緊我啦，但係我根本唔敢相信眼前佢呢個動作、呢個行為、呢一個事實係真係一個想侵犯我嘅事實。我就好天真問佢老 Sir 做乜嘢啊？佢淫笑咁樣對住我話冇，係你想唔想要獎學金？你想唔想要真係可以去到英國交流？如果你想嘅話，你配合我。今晚老 Sir 舒服爽嘅話，你自然獎學金英國交流生嗰度冇問題，老 Sir 幫你搞掂。但係如果你要喺度扮高鬥、切雞扮上菜嘅話，咁唔好意思啦，可能呢個獎學金同埋呢一個去英國交流嘅呢個名額要留翻俾第二啲更加聽話嘅同學啦。你嗰陣好驚啊！你辛辛苦苦，你爸爸媽媽係啦，屋企個經濟環境係好差，但都依然俾錢你去補習，係希望你可以考個試，係希望你可以有好成績，係希望你係可以能夠攞到獎學金去英國交流，去留學，第時揾到一份好好嘅工作，出人頭地，望女成龍成鳳啊，係啦。但係呢一瞬間，你知道你面前嘅呢一個老師，佢原來一直都喺度鋪緊路，一直都係為咗呢一刻。你喺度諗，你嗰陣開始驚啦，老 Sir 唔好啦，老 Sir， 你唔好咁樣得唔得啊？佢嗰下獸性大發，一嘢扯爛咗你條裙，然之後唔好咁多爹啦，踎低，我叫你踎低啊！係啦，我數3聲，當3聲之後你唔踎低，我即刻轉身走人。3、2，老 Sir 唔好啊！我真係好需要呢一筆獎學金啊！我好想去英國做交流生啊！你唔好我踎低，我咩都肯做啊！希望老 Sir 你唔好剝奪我呢個機會啊！我唔想我爸爸媽媽，我唔想我爹哋媽咪失望啊！然之後最嘔心、最恐怖嘅一幕出現啦！
尾呢個女仔患上咗 PTSD 創傷後遺症，入咗好多次精神病院，好多次企圖自殺，人唔似人，鬼唔似鬼，梗係啦，受咗啲咁大嘅打擊，醫翻都嘥藥費啦。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其中一個受害者嘅例子。過咗好多年啦，佢早排主動去聯絡我。我話點解你要揾我？其實點解你唔去揾其他更加有說服力嘅媒體啊？例如 SNK 啊，或者東張西望 TVB 報東張，開 TV 都有㗎。ViuTV 嗰啲咩娛樂新聞眼定唔知嗰啲乜嘢係嘛？原來佢話佢乜都試過晒，但係呢啲傳統嘅主流媒體唔肯幫佢報導。佢報東方咩東夫啊嘛，唔肯。星島佢都報過啊，東周刊啊嗰啲，冇人幫佢做。點解呢？後邊我經過一啲時間嘅分析同埋搜集資料，呢個盧廣權佢係背後唔知有千絲萬縷嘅關係網，定係識一啲官員高層，定係識一啲乜嘢人？可以點解佢幾十年嚟侵犯咗唔知幾千萬億萬，冇咁誇張，即係可能幾十個幾百個都有㗎啦嘅女學生，點解佢都可以屹立不倒、金槍不倒，甚至乎唔知喺幾多年前佢曾經被評為傑出教師？我呸！你人面獸心，你真係，你表面西裝骨骨，哇，一個非常之慈悲嘅老師嘅面孔。要春風化雨，春風化雨透我的心，一生眷顧無言地送贈啊！係嘛？表面上扮到好好先生，背後做埋一啲咁骯髒、咁下流、卑鄙無恥、下流賤格嘅行為。當年魏志出咗好多個其實有好多呢啲事情，好多呢啲咁嘅小道新聞喺啲同學仔之間去流傳，甚至乎老師嘅都有。咁但係你背後嘅勢力實在太大啦！我甚至乎唔知道呢條片出咗街之後咧，你應該識好多黑社會，你識好多黑惡勢力，你會點樣去收拾我、搞我，甚至乎要整死我？但係我唔驚啊，因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啲嘢我覺得。就算點都好，我都一定要做。你早排好似收到風聞到未？你主動揾我，同我講埋啲廢話，又話咩啊馬車啊？如果你係阿老 Sir 我嘅角色嗱，你咁受啲女學生愛戴，喂，有啲女真係正到阿媽都唔認得，喂，你忍唔忍得住啊？喂，有得食唔食罪大惡極啦！我有呢個教師職權嘅方便，有呢個權力係嘛？唔通我唔食啊？係嘛？我即刻嗌你收皮。首先，你唔可以喺度偷換概念，顛倒是非黑白，混淆個是非。喺我劉馬車人生嘅字典裏面，啱就係啱，錯就係錯，從來只得黑色同埋白色。首先，如果我真係有幸成為一個老師、一個教師、一個養育學生真係嘅老師，我絕對唔會去做出你嗰啲行為，侵犯女學生，利用自己教師職權之便去咁樣去深深傷害一啲天真無邪無知嘅女同學們。唔緊要，我退一萬步，退10萬步，哪怕我真係好似你咁樣做都絕對唔會代表係我啱㗎，係極之錯誤嘅行為啊！所以我喺度同你講，你就算用幾多錢收買我，或者你仲講幾多廢話，甚至乎你軟硬兼施對我，揾人斬我或者咩都好啦，我唔會屈服，我唔會就範。既然啲女同學們前藝智女學生，現依家就讀藝智嘅女學生，同埋依家就讀陳振霞，你去咗陳振霞啊嘛？我希望你唔好繼續將你嘅魔爪蔓延對陳振霞嘅女學生們，甚至乎男學生們係做出你嗰啲行為。
我都希望陳震夏中學嘅一眾同學仔們、女同學們一定要防範，加緊注意呢一個禽獸教師盧廣權。當年好多女學生俾佢侵犯過，例如當年藝智嘅陳詠儀啦、鄭淑冰啦，甚至乎鄭淑冰當年咧，大家知道喺臭河度俾人燒閪毛啊嘛。咁啊，嗰個主犯銀仔，其實咧原來話説咧就係盧廣權俾咗錢個銀仔，佢係背後策劃人，叫佢哋嗰班同黨咁樣係去對鄭淑冰。至於點解佢要咁樣去傷害鄭淑冰咧？因為鄭淑冰唔肯俾佢搞。鄭淑冰係正啊，當年10幾年前，依家應該已經都20幾30歲，我唔知結咗婚生咗仔未啦。但係你真係好賤好 cheap 啊你！陳詠儀、鄭淑冰、Joyce 有一個叫 Joyce 係啦，好多女仔係嘛，俾你咁樣摧毀咗一生，甚至乎對男人係產生咗一個恐懼啊！好似我咁啊，我都係㗎。我曾經俾好多女仔深深傷害過，所以依家我見到女仔我都驚㗎、恐懼㗎，係啊，即係呢啲咪創傷後遺症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我有個使命，我要幫呢啲曾經俾你傷害過嘅女仔，俾你摧毀過嘅女仔，唔好猶豫啦，各位同學們揾我啊，有咩事報東張冇用嘅，東張唔會受理嘅。東張咧 TVB 呢啲咁嘅係啦，從來只會係去選擇性咁樣係去接唔接你呢一單新聞。首先夠唔夠嘩眾取寵啊？夠唔夠即係過癮啊？花生指數夠唔夠高啊？甚至乎佢哋會考慮埋，咦？如果報出嚟呢一個叫做當事人啦，係啦，或者叫做俾即係傷害人嘅嗰個人啊，佢會睇呢條友呢個人，佢權力大唔大，困唔困得過啊？會唔會背後之後會俾人投訴啊？接到啲乜嘢啊？包括你盧廣權，當然好多女學生曾經去寫過信去教育局度投訴你，甚至乎亦都曾經揾過區議員投訴你，亦都同過朱副校啊嗰啲校長嗰啲投訴你，最後都係你都係冇事。你做咗30幾年老師，金槍不倒，你背後個勢力一定好強大。你亦都同時間我知道，我喺度好想同教育局局長吳若蓮博士你講一聲，香港教育界依家出咗一個教育界之恥、教育界嘅敗類禽獸教師。呢幾十年嚟，佢做咗好多嘅衰嘢，但係佢從來冇得到應有嘅懲罰，佢仍然依家逍遙法外，喺陳震夏嗰度教緊書，可能有乘機揾獵物。夠啦，你收手啦，盧廣權。你覺得你有面繼續做老師？你覺得你真係受得起人哋嗌你老 Sir、盧老師咩？點解你要咁樣去傷害呢啲咁我哋未來嘅棟樑，我哋嘅未來呢？眾所周知，我嚟緊9月份，我會去聖士提反度入讀中一，咁會重新讀書啦。我都好可能喺呢件事會受到盧廣權佢背後唔知點樣去操縱，點樣係去令到教育界封殺我，或者又唔知點樣去打擊我啦。但我唔驚，因為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有報。正義呢，可能會遲到，但係從來都唔會缺席嘅。我呼籲各位女同學們、女學生們，各位曾經俾佢侵犯過嘅女仔們，
或者男仔，俾多啲資料我，同時我會給予你哋一切所有需要嘅支援。我曾經都有做錯過事，我都有啲唔好嘅過去，但係起碼我會檢討反省，同埋我會改過，我會真係想做好自己。咁依家冇錯，呢一件事我覺得我係好需要去企出嚟，即使可能係我嘅生命會受到威脅啦，我生命安危係聽日可能我已經唔喺度，但係我都要做，我要為公義發聲，我要去爭取，我要去捍衛一啲嘢嚇，公義呢兩個字，我人微言輕，但係好感謝你哋仍然有咁多同學們啦，咁信任我，然之後亦都希望我為你哋發聲，一齊舉報佢，一齊去舉報佢。我相信呢隻死禽獸食屎狗一定會得到應有嘅報應。盧廣權，你係一隻死禽獸食屎狗！